先生，按坐，请坐。按坐，我做得同门路么？冇问题。请问你爱去哪位呢？我想要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。你为想爱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呢？我去过闽南嘞，客家人大体都懂打饼，东势人係咩腔樣呢？係呀，你有聽過說唔落三斤姜，唔好加太毛鋪裝麼？這係乜個意思呢？你去行行看看啊，就會知咧。唔係愛對外頭市政府也未過去，係麼？係呀。好，你做得提也未錯152號公車到豐原嘅運豐原子廠站，下車過後再排206號嘅公車到南平里站下車，過行差唔多10分鐘就到誒。聽講嗰邊都有特色係麼？係呀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係東勢舊火車頭改建嘅，老後車室改裝做陳列室，還保留舊車頭裡客等車嘅床墊板當出得看哦。哇，怕都有意思哦！嗰在請問附近呢還有乜嘅好料嘅味素麼？來炒蔬菜咧，園區後背係東風綠色行廊次行茶套，風景當江，還做得眺望遠方嘅客家山上哦。係有閒啊，還做得西式辣茄板哦。乜嘅人做辣茄板啊？西式看啊，超啲咧。還好呢，今日一下就出發。請問公車站牌停哪邊？來，請先到市政府正門口，過大路行到對面，就是公車站牌。我哋咧，愛吃些哦。唔是生意，料到跳哦。